係大家好，哇！各行各業啊，經濟逆轉咧，都難免遇到呢個收數嘅問題。今日咧就揾咗收數專家Danny 曾，咁咧就同大家分享咗10大收數嘅技巧喎。佢哋公司咧收數嘅時候分兩種模式，第一身每個月咧帳目嘅管理啦，第三身就幫你手去追數嘅時候，不成功不收費，佣金收大約30%到啦。咁但係實際上Danny收數3大注意事項係咩啊？我諗第一件事咧，即係要合法。係啦，千祈唔好諗住咧收數咧就係嗰啲打打殺殺啦，平時睇戲嗰啲咁樣嚇，咁收數王啊嗰啲臨友啊嗰啲，千祈唔好咁諗，最要合法。你自己收又好，俾我哋收好，都要合法。譬如話好多私隱條例啊，諸如此類啊，邊啲為之唔合法啦？咁你要清清楚楚，係啦，唔好恐嚇啊、勒索啊，真係唔可以啊。咁第二事項咧就係要睇翻嗰個準備功夫啦。因為你通常咧我都同啲客戶講啦嚇，即係預防勝於治療。你要做足準備功夫 ，before 你做生意之前，即係簽呢個客翻嚟啦，租呢個鋪俾嗰個租客先算啦。你要做即係 check 清楚佢個底咯，有冇不良記錄、法庭記錄、追訴記錄，或者個 director 佢有冇啲黑材料 check 清楚先。咁呢個都係收數，其實收數之前準備要做一個部分嘅。另外第三件事咧就係話你要即係拿捏嗰個平衡啦。有陣時咧強硬一制咧唔係咁好嘅。強硬一制咧，你逼到佢埋牆，佢走咗去，唔睬你嘅，有錢都唔俾你啦，係嘛嘛？咁你要攞個平衡，但係你唔強硬又唔得喎。即係譬如話你講明 COD 嘅，咁你次次都要拖個幾個禮拜先俾嘅，咁咪唔得啦。但係有陣時要俾啲彈性，即係而家經濟唔好啦。如果啲生意真係做唔到嘅時候咧，睇下可唔可以咧早少少同佢終止咗個合作，叫佢找咗數先，分期都 OK 㗎，或者俾少少折扣佢咯，起碼唔會將個雪球越滾越大。呢3樣事項咯，3個事項留意到。收數專家點解 Danny 咧喺香港都做咗成20年嘅經驗啦，歐文士喺全球嚟講都170年嘅經驗咯，Dun & Bradstreet 嘅始源啦，喺香港都成40年嘅時間，全球成4萬幾個嘅收數專員啦，咁就一齊，總之咧管理好你個帳目啦。想了解多啲嘅時候咧，啱啱同Danny就拍咗條 Facebook Live，咁講咗好多收數10大注意嘅事項嘅時候，可以睇翻啦。有咩收數嘅需要揾Danny 曾啊？多謝。Thank you。